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嚟到咧2025年啦，文化強國嗰個建設高峰論壇啊，咁啊今日咧就嚟到呢個咧人民灣區數字灣區嘅論壇啊，咁啊希望咧就將今次嘅論壇咧去報導俾大家啊，咁啊希望咧講好灣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嗱就嚟開始啦，你估下今日同邊個一齊？我哋係同香港大偉 Sir， 冇錯，我哋今日學習係啦。今次論壇齊聚多位文化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傑出企業家代表和新生代青年代表，共話歷史、人文、藝術、科創的融合共生。在主題發言環節，各位嘉賓的精彩觀點讓我深受啟發，包括湖洋大灣區的抗戰文化，其他主題有鼎足聚力塑智大灣，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紐帶，探索人類文明價值的試驗田，在屏山種下一顆戲劇的種子。龍馬社落戶屏山文化融合與創新的實踐，奧科為勝，科技創新與灣區發展，以及科技與文化融合發展的創新探索，讓我深刻認識到大灣區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強大的創新能力。在數字時代的背景下，我們應充分發揮這些優勢，推動文化的創新發展。對話交流環節包括灣區文化的現代表達主題和數字灣區的文化創新主題討論中，同樣精彩。記得點讚關注哦。